旧约圣经创世纪12章1到3节，另一处圣经在新约圣经罗马书4章13到22节。和合本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在第11页，新约圣经罗马书在213页。我们先看到创世纪12章1到3节，翻到我来念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也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也必赐福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”另一处圣经在新约圣经罗马书4章13到22节，在新约圣经213页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，才得为后嗣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那里没有律法，那里就没有过犯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。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：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以上我们请台南神学院学院特派教务长林娟芬老师来讲道。讲道的题目是建立新信心，带出新盼望。建立新信心，带出新盼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非常感谢教会的牧师们，郑牧师、许牧师，还有传道，以及教会的长职、同工及弟兄姐妹们，能够让本人有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到我们当中来，代表台南神学院的院长王崇尧牧师，以及所有的教职员工、同学们，跟大家请安报告。感谢大家过去对台南神学院的照顾跟关心奉献。过去台南神学院从1876年到2014年，已经经历过138年的岁月。在这一段期间里面，台南神学院不是没有苦难，不是没有遭遇困难，但是上帝却一步一步地带领这所学校迈向神所应许、神所带领的方向。我想这一切的状况能够这么的得到蒙福，是弟兄姐妹们对这个土地、对这一块土地、对这个学校的关心、奉献、不断的支持的一个成果。我相信上帝会持续的疼爱、照顾台湾这一块土地，也会持续的带领南神一步一步的往前迈进。神要我们走的道路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差派圣灵此时此刻降临在圣殿当中，也让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心灵，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成为美善的，也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圣灵亲自带领我们，
亲自引导我们。我们这样祈求，奉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2个月，我们刚过完今年的旧历年，不知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你今年的过年是怎么过的？你在过年的时候，曾经想过，你有在新的一年当中，你有新的盼望、新的计划吗？最近在自由广场，有许多人提出文章、投书来批判台湾的社会。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，我有很多的感触。他们对台湾社会的扭曲，或者是台湾社会价值观，年轻人以及我们的掌权者，这样的价值观，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。对台湾政府，在今年的跨年的时候，我们总共做了有33场的跨年的晚会。在这33场里面，绝大部分是用放烟火来做庆祝这个跨年的晚会。放烟火来跨年不是不好，但是在那么多的用放烟火来做跨年的活动，却在短短的几秒钟当中，可能1分钟、2分钟，最多10分钟，却烧掉了我们国库里面的1亿多元。这样的价值观到底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。2005年到2007年，我在芝加哥 McCormick 神学院进修的时候，在那个地方我有机会，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在芝加哥大学里面的校园当中，因为芝加哥大学是犹太人所创办的一所学校，所以附近有很多犹太人的文化可以学习。我在那个地方看到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做了一些反省。犹太人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，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没有一个民族像犹太人蒙受上帝那么多的祝福，他是上帝的选民。但是犹太人不是那么的顺利的一个民族，他们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苦难，遭遇了很多的灾难，但是他们的对于百姓的照顾，对于子女、对于下一代的照顾跟教育，有他们很独特的地方。犹太人在美国的社会里面，他只有占3% 的人口，但是呢，在犹太人却是在3% 里面，他所以掌握了美国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媒体很重要的一个民族。犹太人不过圣诞节，他们过的是点灯节。什么是点灯节？点灯节就是在帮助犹太人，他们在过完1年之后，让他们好好的去思考，这个点灯节，他们的神怎么带领他们，在只有剩下1天的油灯的过程当中，他们能够用1天的油可以过8天，这是神迹，这也是智慧。犹太人在过年的时候，或者是他们在他们的节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节庆，就是过年的时候用赎罪，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纪念他们的祖先。他们的祖先过去怎么样去带领他们，也借着这个节日，让他们好好的思考，过去的1年，我有哪些地方得罪了神，我有哪些地方得罪了人，我怎么样在未来的1年能够做一些修正，做一些改变，甚至于做一些复合的工作。我如果有得罪什么人，我在这1年当中怎么样去
跟他和好，跟他道歉。所以犹太人非常所重视的节庆，多是在怀念、缅怀祖先他们怎么样过这个日子，怎么样过这个节庆，在节庆当中利用这个节庆的机会来教导他们的子女。譬如来讲，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一道菜叫做苦菜。苦菜是什么意义？对他们的民族来说，怎么样延续下去？怎么样去照顾后代的子孙，让后代的子孙能够汲取前人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连结，怎么样兼顾他们的信仰。苦菜就是代表他们在埃及法老王受逼害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去思考，在苦难当中怎么样去坚定的信仰来连结基督，然后让神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。无酵饼也是，无酵饼是代表他们在埃及受奴隶的那一段日子，他们在逃亡出埃及的时候仓皇出走，来不及让面粉发酵。亡国2000年的犹太民族能够建国，以色列仍然可以独立建国，我想这是他们的精神。有人就提到，有人做了一些研究，或者是做了一些调整，说为什么犹太人那么的虽然在美国社会掌控了那么大的一个势力，华尔街几乎是犹太人的天下，美国联准会的主席也是犹太人，9名法官当中3名是犹太人，对媒体很有影响力的《纽约时报》也是犹太人的家族企业。为什么犹太人可以那么的对世界有影响力？ CNN 的一个报道里面就提出犹太人的特点：犹太人很重视思考，他们不忘记2次世界大战德国怎么样去侵害他们，他们过有意义的生活，而且他们的社会是百姓是维护这一个公义。犹太人在教导子女的时候，他们有10句很重要，值得我们学习跟思考的。他说：一杯清水，因为滴入一滴污水，那就这一杯清水就污浊了；但是一杯污水，却不会因为一滴清水的存在而变得清澈。这世界上有3种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。第一种是吃进我们胃里面的食物，2是藏在心中的梦想，3是读进大脑的书。然后下面也有几个，我觉得是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好，其中有一个，他说马在松软的土地上面遇尸体，人在甜言蜜语当中容易摔跤。世界上没有悲剧跟喜剧之分，如果你能从悲剧当中走出来，那就是喜剧；如果你沉湎在喜剧当中，那它也可能是一种悲剧。各位，这些话语值得我们去学习。他说另外一个部分，他说宁愿做过了后悔，也不要过错了来后悔。这些话是值得我们台湾民族，值得我们身为基督徒去好好学习的。我们要学习犹太人的精神，我们不见得用放烟火来庆祝，但是很好玩。我们的财政部长刚刚呼吁说，台湾社会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庆祝，但是很可惜，台北市长跟台中市长马上发声说，几千万来放烟火，给10几20万的青少年人高兴1个晚上，有什么不好？各位，你觉得有什么不好？事实上，我个人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。
但是能不能帮助我们换另外一种价值观来过年，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够长久，而且能够安居乐业的在这一块土地上面生存下去。在这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，我们其实是可以学习犹太人是怎么样在过日子的。我们可以学习一种可以不放烟火的方式来过新的一年。今天我希望用一个新的信心带出新的盼望来跟大家分享。保罗在罗马书15章13节这样说道：愿上帝就是那希望的泉源，因着你们对他的信心，让你们充满各样的喜乐平安，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的增加。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，信心跟盼望是连在一起的，因为信心是盼望的基础。没有信心就没有盼望，那盼望是信心的方向，帮助我们导正一个新的方向。信心必须要跟主耶稣、跟我们的神连结在一起，才有果效。这样我们就能够建立新的信心。我希望借着这一段经文，以及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创世纪跟罗马书这样的一个经文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我提出3点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点，神是信实的，我们的信仰的依靠是我们信仰的依靠，我们要用单纯的心来顺服。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上主对亚伯兰说：你要离开故乡、亲族和你的父亲的家，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然后神会在那边帮助以色列民族，帮助亚伯兰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度，子子孙孙很多。亚伯兰遵照上帝的旨意，顺服上帝的话，离开了故乡，到上帝要他去的那个地点。上帝照他所应许的，赏赐给亚伯兰很大的产业，让他成为大国。所以保罗在希伯来书11章8到12节这样写道：由于信心，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召唤，去到上帝应许他要赐给他的那个地方。他离开本国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但是借着信心，他居住在上帝所应许的地方，异地做客，跟领受上帝同样应许的以撒跟雅各住在帐篷里面。因为亚伯拉罕的盼望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让撒拉虽然不孕，但是仍然能够怀孕生子。在挪亚造大船的故事里面也是这样。马太福音24章37节到40节，跟希伯来书11章第7节都有同样的记载。挪亚在造船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这个人疯掉了。这么好的天气，还讲说会有大灾难，会有水灾。但是他凭着一个信心，凭着对神的信念，然后能够成全，能够我们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，他救了他的全家，救了这个世界。第二个，除了信心仰望上帝这样的信实之外，还要有冒险的精神去执行。在500多年前，全世界的人都还认为是地球是平的。哥白尼的年代，他认为地球不见得是平的，而是圆的。但是哥白尼却被处死，这样的论述却被处死。同样的，500多年前，有一个冒险的航海家，意大利人，他相信地球是圆的，所以他就向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英国、法国这几个国家请求资金的帮助。可惜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帮助他。但是直到1492年，西班牙王后说服了国王
然后帮助他拿资金帮助的这一位就是哥伦布。在1492年8月3号，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的派遣，他有三艘100吨以上的帆船，然后他带着他的船员一起出发，凭着他们的信念，凭着他们的信心，克服了海上很多的灾难，很多的风浪。结果经过70天，在1492年10月12号的凌晨，他们发现了新大陆。哥伦布登陆之后，把那一块土地叫做圣萨尔瓦多。另外一个出名的故事就是1969年7月20号，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，阿波罗11号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很多跟我一样，我们同时见证了这个事实，这个事件。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之后，他说：“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。”罗马书4章18节到22节，在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仍然盼望，仍然信，因此成为许多民族的子孙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必定会有很多的子孙。19节也一样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亚伯拉罕信心的一小步，却带出了以色列民族的一大步。他凭着对上帝的信心，勇往直前。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梦想家，愿意接受上帝的呼召、挑战跟应许。他开始从他个人信心之旅，带出了这个民族的得到应许之地。这样的旅程是一个大冒险，需要勇敢，需要信心，跟需要接受挑战。信心就像一把梯子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就是帮助我们向上提升的一把梯子。圣经说，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。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，都必须信上帝是信实的，而且信他要报偿寻求他的人。我们如果有信心，神必定会照他对我们的应许，带领我们往前，达到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梦想。所以信心是一把梯子。有一本书是《信心是一把梯子：72个向上提升的祝福跟盼望》，作者是施以诺这一个年轻人，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。他说，在很多的著名的媒体的资深媒体的人都推荐跟鼓励，很多推荐这本书，值得我们去读。他说，信心并不是傲慢狂妄的自信，而是一种谦卑敬诚有为有守的信心。我们用这样的信心，像一把梯子这样帮助我们提升，必得到上帝的恩典跟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需要一颗谦卑单纯信仰顺服神的信心，上帝就会赏赐恩典跟智慧，让我们做正确良善的选择。因为人生是一种选择，我们可以选择过一种精彩又充满喜乐的人生，我们可以选择停下我们的烦恼忧虑，我们可以选择去改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这个社会，让我们这个世界带来温暖，带来爱，带来更多希望跟祝福。第三点，盼望跟梦想。没有盼望或是愿望，就像缺乏动力跟理想。有动力有理想，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梦，这个梦会帮助我们去充满动力动能，然后去实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当中，你有什么梦想？您有什么盼望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现在过得非常优异的生活，我们很方便，有 iPad， 有电脑，有一切电器用品，减轻了我们很多的劳苦。但是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在享受的这些一切的一切，那么方便的生活，我们有我们有高铁，我们有捷运。桃园还没有捷运，但是桃园离台北很近，有捷运，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我想不是的，这些基本上都是前人他们用他们的梦想去实现的。人类的历史上面，就是要有一些人愿意勇敢地踏出以前从来没有人经验过的事情，愿意踏出第一步，才能带出人类新的发现跟进步。我在读美国第28任的总统那个托马斯·威尔逊这个总统，他是在美国历史当中死于贫困的6位美国总统之一。他在1856年出生在牧师的家庭，在1913年担任美国第28任总统，到1921年3月4号离任。后面的4年，他是非常的潦倒来过，到1924年去世的时候，他是一位非常有梦想，而且是进步主义时代的一个领袖级的知识分子。在他的生平记录当中，有一段话这样写着，他说：人类因为有梦想而伟大，所有成功的人都是大梦想家，在冬天夜晚的火堆里，在阴天的雨雾中，梦想着未来。有人做着使梦想静悄悄的绝灭，有人却小心的培育维护，直到他安然度过困境，带出光明。而太阳的日光总是降临在那些真诚相信梦想一定会成真的人的身上。我有一个梦想， I have a dream。 我想这一段也是大家都熟悉的，就是美国黑人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， 他在美国20世纪最有名的100篇演讲稿里面被选为是第1名。他说：我有一个梦想，在那一次的演讲稿里面，演讲词里面，因为他的演讲强力有说服力的描述了黑人跟白人，人与人之间有一天能和平且平等的共存，这样的一个愿景。在他的演讲词里面有几句非常有名的，他说：这个国家应该人人平等的存在在他们的社会里面。然后呢，他说有一天我4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用肤色，而是用品性来评论一个人的优劣，这样的一个梦想。这个梦想很简单，不困难，但是在美国当时的社会里面确实是非常困难。不过他持着这样的梦想，在1963年8月28号华盛顿大游行当中，就在林肯总统的纪念馆之前的演讲。那一次的演讲促进了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，宣布所有种族隔离跟歧视的政策都是非法的政策。各位，这样的一个梦想，让今天奥巴马总统能够成为这个黑人的总统，能够成为美国第44任总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
总是有许多第一步。这个第一步就是我们从来不曾经验或不敢去做的事情。其实若我们愿意踏出第一步，有信心的将我们的梦想，将我们的盼望求神带领我们，我们必定有信心，上帝一定带领我们一一完成。全然的信仰交托，而建立新的信心，那我们就有新的盼望。面对新的一年，你有什么盼望？有什么梦想要去实现？这个盼望有多大，这个祝福就有多大，信心有多大，神的应许跟赏赐就有多大。最后，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分享。百年第一个跨越从美国到加拿大这么大的全世界，应该是第二，或者是有人说第一，或者是第二大的尼加拉瓜大瀑布的人，就是瓦伦达。33岁的瓦伦达来自于一个特技的世家，家族7代都是走纲手的高手。为了向伟大的祖先们致敬，瓦伦达在美东时间2012年的6月15号晚上10点15分，在美国上百万民众的电视机前面，跟很多人也当场在当时候当地见证了他的这一个创举。这个就是他的创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假如您跟我们都在现场，而且我们也亲自的见证瓦伦达的表演，我们都见证了他的勇敢跟技术。但是，假如有一天，他对你说：“你相信我能从钢索的这一边走到钢索的那一边？”我相信你跟我都会怎么回答？我相信，可能我们大家都会说：“是的，我相信你。”假如他又问：“我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，同时我的身上可以背一个小孩，我可以背一个人从这边走到另外一边，请问你相信吗？”我相信大家也会说：“是的，我也相信那个小孩会跟你平平安安的走过，从这一边走到另外一边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假如他又问你说：“那你来当这个小孩，你相信我可以背着你从这一边走到另外一边？”你的答案是是，还是你会害怕？那人以及那条钢索，就好比主耶稣基督背着每一个信靠他的人。若我们回答主耶稣说：“我把我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”，那我们就不用害怕，因为耶稣基督绝不会把我们摔下去。耶稣基督一定会把我们从这一边背到另外一边。耶稣基督一定把我们抱在他的怀抱，带我们越过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困境，很多的我们所不能的。希望借着今天这样的分享，能够给大家，我跟你同样能够蒙受神的祝福，跟同样我们能够得到彼此的激励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连结在基督，连结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也把我们自己全然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，相信耶稣基督会因着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，成全我们，应许我们所有我们的盼望，让我们的盼望，让我们的梦想能够实现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的灵
进入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信对你的信心能够更坚强、更坚固，因为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蛮有权柄跟大权的，你会让我们的盼望能够一一的在你的应许之下来成真，让我们的梦想能够得蒙主的祝福。主耶稣基督，求你帮助我们迦南教会，让我们迦南教会的计划，我们弟兄姐妹的梦想，能够一一应许我们，让我们的计划能够顺利的完成，帮助我们这一间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都能蒙你的祝福，帮助我们的长职，让我们长职在做规划的时候，赏识他们智慧，赏识他们有能力，能够选择，能够规划我们的计划，我们的梦想，让我们的这一间教会能够成为主你宣扬福音在这个社区里面的做盐、做光来照亮，让我们的台湾这一块土地能够蒙神更多的祝福跟赏赐，恩典平安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把今天的敬拜全然仰望交托，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不论我们的家庭，我们自己的健康，我们自己前面的道路，都蒙你的祝福跟带领。这样祈求，奉基督耶稣的圣名 ，Amen。